鬼魂係點樣嘅咧？點樣去界定佢哋咧？今日咧，曾師傅喺度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從業以嚟嘅一啲心得啊。鬼魂咧，你可以將佢理解為係遊離喺我哋呢個世間嘅一種能量啊，類似一種負能量嘅狀態啊。大部分嘅鬼魂咧，其實佢都影響唔到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啊，因為佢哋自己嘅能力都好似我哋大部分嘅普通人咁，佢係冇辦法影響到我哋世俗嘅嘢嘅。但係咧，佢哋因為佢係一種能量啊，佢類似一種能量波段，佢可以喺人時運低嘅時候咧，就通過連接呢個腦電波啊，去所謂嘅鬼上身。大部分嘅鬼上身其實都係腦電波被侵入嘅一種狀態啊。跟住換句話講，佢影響咗你思維，即係比如話你同啲朋友，不過你呢個朋友突然之間性情大變啊，或者突然之間發火啊，或者突然之間做出一啲好匪夷所思嘅一啲行為，講一啲説話，呢啲其實都係一種被鬼上身嘅一種狀態啊。只不過咧，大部分人就以為佢係情緒問題，其實唔係，係俾人哋影響咗呢個腦電波。呢一種係一個比較普遍常見嘅一個鬼上身嘅一個狀態。至於你話要去到好似影視咁拍攝到，好似就企喺你隔離嚇，跟住咧仲可以有各種嘅超能力去做各種嘅嘢，呢一種情況咧係真係真實存在，但係極之少嚇。基本上嗰個概率係1/1000都可能都仲要往上行，所以大部分人其實唔需要過多去驚呢樣嘢啊。但係咧，我哋平時一定都要做好自己嘅自身嘅防護，特別係一個人時運低嘅時候咧，就好容易俾啲負能量去影響啦。所以我哋經常要同大家講，要保持一個積極樂觀嘅心態啊，或者我哋通過平時一啲多啲有一個信仰啊，咁你呢個信仰亦都會化成一個精神力量，形成一個精神屏障，就唔會俾其他嘅一個邪體去入侵到我哋嘅思維。呢個係最簡單嘅一個方式。咁當然啦，如果真係有一啲突然之間或者突然之間一個脾氣暴躁啊、性情大變啊等等嘅一啲情況咧，喺呢種情況下，記得要及時求助師傅，去專業人士去幫你處理呢一啲問題啊，而唔好等到佢時間拖得越長，師傅就越無能為力啊。呢個一定要切記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我哋作為從業呢個行業嘅人士咧，我哋好歡迎大家係有咩時間、有咩事，第一時間同師傅溝通，叫師傅俾啲建議點樣去做啊。呢個非常之歡迎大家嘅。有乜嘢可以隨時聯繫啊。我係民間法脈傳承人曾培基啊。